轻轻听，我要轻轻听，我要专心听主的声。轻轻听，我要轻轻听，我的无这人万花的声。伊是大无这，伊知我的名，我一生爱听主的声。伊是大无这，保守我生命，伊的永远捌伊的声。大家平安，我们一起来攻读神的话语，记载在申命记34章。申命记第34章第1节，摩西死。摩西对摩押平原上尼波山到耶利哥对面的比斯嘎山顶，上主将全地予伊看，对基列到丹拿弗他利地区、以法莲甲马拿西地区、犹大地区到地中海南边的尼哥夫甲江苏城耶利哥的平原到索尼。上主予伊讲，这个地是我对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立誓，应允要收赏因后代的地。但我予你亲目看到这个地，不过你袂当入去遐。照上主所讲，上主的仆人摩西死伫摩押平区，上主将伊埋葬伫摩押地区北面对面的山谷，到今日无人知埋葬的所在。摩西死的时120岁，目睭无花，筋力无衰退。以色列人伫摩押平原为着摩西悲伤哀哭满30日。长的囝约书亚得到智慧的心充满，因为摩西要甲伊还手，以色列人顺从约书亚照上主命令摩西的话做。第10节，后来上主无搁伫以色列人的中间兴起，亲像摩西的先知。摩西是上主面对面立目的，上主差伊伫埃及地对法老甲拢总的人声，以及埃及全地行真侪神业奇事，搁伫以色列众人的目睭前，予伊有大开力做大果通行的事。相信许多弟兄姐妹读到摩西因击打磐石而不能进允许之地时，感到很压抑，觉得神太严厉。摩西辛辛苦苦带领以色列人在旷野40年，终于来到应许之地的边界，怎么不让他进去呢？多么失望，不是吗？如果你是摩西，是不是会向神抱怨呢？但摩西不是这样，他在申命记33章祝福以色列百姓以后，在申命记34章在神的指示下上了尼波山。摩西非常知道和体贴神的心意，他全然顺服。虽然神不允许摩西进迦南地，但神亲自指点，亲口讲解，让摩西看见应许之地的全部。另外，神对每一个人每件事都有美好的计划。当时摩西已经120岁，神需要兴起新一代的领袖来带领以色列百姓。神要用过约旦河以及攻下耶利哥城的神迹来建立约书亚在百姓中的威信及百姓对约书亚的信心。原来有些事情神只是让上一代看到，然而却是由下一代去经历，就像大卫看见圣殿的意象与负担，但是最后却是由所罗门完成。在这里没有说以色列最伟大的领袖摩西，尽管摩西当之无愧是以色列最伟大的领袖，也没有说最会行神迹的先知摩西，尽管摩西是行最多最大神迹的以色列先知，这里只说耶和华的仆人摩西，而这恰恰显示了神对摩西的称赞和喜悦。摩西的人生可以分成3个40年，
第一个40年在埃及做王子，受了最好的教育；第二个40年在旷野学牧羊和等候神；最后40年成就神的命定，率领以色列人民出埃及，前往应许之地，一路上紧紧跟随神，甚至可以与神面对面。这样的经历几乎是圣经中极少见的记载，甚至到他终老的时候，还是由神亲自为他埋葬，以致没有人可以知道他的坟墓。在神的同在中，摩西120岁了，还眼目没有昏花，精神没有衰败，还可以登山。摩西能有这样的恩典，因为他为人极其谦和，一生敬畏神，紧紧跟随神。第10到12节更是对摩西一生很高的评价。作为耶和华的仆人，没有人比得上摩西。摩西跟神有美好关系，耶和华很认识他，他也很认识神。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耶和华的名。耶和华是有怜悯，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神爱摩西，使用摩西，神也爱我们，也用我们，让我们学习摩西的谦和，有他那样的生命，成为神所爱的仆人。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用摩西的一生来教导我们，帮助我们能像摩西一样谦卑顺服，能凡事体贴你的心意，能成为你合用的器皿，成为你所爱的仆人。祷告感谢，奉主耶稣的圣名求，阿们。我要轻轻听，我要专心听主的声，轻轻听，我要轻轻听，我的母才明白我的声，伊是